大家好，最近我們不僅面臨物理威脅，還生活在數字包圍攻擊之中。Instagram 上的惡意評論，職場對手的狡猾阻撓，四面八方似乎向我逼近的壓力和壓迫感。難道你不覺得像被包圍了一樣嗎？以利沙已經知道亞蘭王的秘密行動，並告訴以色列王，所以亞蘭王非常生氣地說：誰泄露了秘密？然後命令道：包圍多坦，以利沙所在的地方，抓住他。這裡的包圍 Sir 的原意不是簡單的包圍，而是憤怒積累導致心靈狹窄和痛苦。列王紀下錄11-14，就像在線上一個評論變成數百個惡意評論擴散一樣，或者職場上的小誤會擴大成整個團隊的壓力一樣。王的心靈狹窄到爆炸的那一刻，以利沙做了什麼呢？他沒有逃跑或戰鬥，只是冷靜地等待，因為以利沙知道上帝的防火已經建立起來了。這裡防火是什麼？就像電腦一樣，在數字世界中阻止病毒或黑客入侵的東西。以利沙的防火是上帝的保護，即使亞蘭王的軍隊包圍，上帝也會在以利沙周圍設立火之軍隊。以利沙的婦人因恐懼而顫抖，但以利沙說：不要害怕，我們這邊的人比那邊多。在我們生活中，當受到威脅、包圍攻擊積累時，如果有這樣的防火該多好啊！這個防火不是我們力量能製造的，它只在耶穌基督裡已經完成。耶穌承受了世間所有的包圍、罪和死亡的壓力，在十字架上說：為什麼離棄我，承擔了所有痛苦，解放了我們。耶穌從死亡中復活，就是那個防火。相信耶穌基督，就是相信耶穌已經在我們靈魂周圍築起了堅固的防火。如果你們在耶穌基督裡，無論生活中有怎麼威脅，都會體驗到上帝的保護比任何黑客或惡意評論都強大。因此，不要憂慮，在耶穌裡找到平安。你們的靈性數字防火已經完美構建，攻擊你的任何武器都不會成功。賽54-17，今天如果你們接受耶穌，那火之軍隊會守護你們。願上帝的保護與你們同在。